張寶，民國時期佛山著名嘅詠春拳師，享譽盛名嘅武術教頭，弟子眾多。同時，張寶師傅本身亦都係佛山一間老字號嘅酒家天海樓嘅點心師傅。淚啊，痴啊，念啊，愛啊，雨點啊，滴啊，到啊，天明。唉，好，搞掂晒。阿倫，最後一籠啦，講呢首啊，冇錯。冇錯啊，搞掂晒啦。點解隻手咩啊？嚇？俾人恰啊？係咪又俾人恰啊？想唔想學拳啊？想啊！啊，想啊，好辛苦嘅喎，朝早早啲起身，搞掂廚房嗰啲嘢，我就教你詠春拳，整你啊唔使人恰，好冇？好啊好啊。點啊？你仲唔斟杯茶我飲下？哦，師傅飲茶。哦，詠春拳基本功好緊要㗎，開馬一，開馬二。或許係緣分嘅安排。12歲嘅岑能被家人介紹喺天海樓做學徒，並遇到咗詠春拳啟蒙師傅張寶。張寶師傅賞識岑能嘅勤快同埋聰敏，將其剛猛霸氣風格嘅詠春拳術傳授俾佢。因此，岑能為將來嘅詠春武學成就打下咗無比堅實嘅基礎。佢書證張寶嗰個有腰馬，46年之後咧就變咗係阮岐山嘅手法。咁兩者之間裏邊咧就融合咗，形成個特點咧就係外柔內剛。咁因為佢繼承呢兩個師傅，咁岑能嘅詠春嘅特點咧就又比較係張老寶稍為個剛猛性就謙讓一啲咁多，因為佢帶入咗個阮岐山嘅柔性。咁啊，所以咧就又比阮岐山嘅柔性咧又剛強好多。係啊，所以咧佢形成就點解就岑能嘅詠春嘅特點又同兩個師傅咧就有一別啊，因為佢兩個已經融合咗個拳術一樣。阮岐山，民國時期佛山詠春泰斗，出身豪門，卻為人低調，係一名文武兼修嘅狀師，家中排行第5，人稱阮老渣。
飲茶。大家飲茶嚇，係啦，要喎。喂，我個徒弟而家玩得幾好喎。係阿蘭，呢個五叔叫聲五叔，係嘛？嗱，以後咧跟佢玩比較好啲，我嘅技術啊教到你咁上下㗎啦。我呢方面咧就想你跟佢深造一下。阿蘭，阿蘭，我同你後花園玩嚟啦。阿蘭，你喺度玩，我出咗去同埋兩個雞蛋爛咗咧，你又唔使跟我玩嘅啦。好啦，仲唔拜師？師傅，請受徒弟一拜。好，起身。張寶師傅大方豁達，將愛徒岑能推薦俾阮岐山，成為武林佳話。兩位師傅一剛一柔，風格各異嘅詠春修為，讓岑能真正傳承咗更豐富、更完整嘅詠春體系，充分展示出詠春拳嘅特點同埋優勢。天時、地利、人和，勢必造就一代詠春宗師。佢唔係話將武術之間帶入成為岑能自己個人擁有，而係將詠春發揚光大。佢繼承咗張寶、阮岐山嘅詠春生涯。韋玉生，民國時期一名醫術超凡嘅軍醫，一生禮佛念經，行醫濟世。岑能曾在其醫館學習同埋工作。韋玉生言傳身教，將正骨醫術同跌打秘方悉心傳授俾岑能，讓岑能擁有咗高超嘅醫術同埋高尚嘅醫德。點啊？邊度唔妥啊？嗱，坐啊！唔使啲，慢慢坐，唔使啲。慢慢，唔好心急啊！隻手點整親嘅？唉，今朝喺倉庫開工，啲貨咧突然間跌落嚟，差啲砸親啲細嘅，咁我過去鬥一鬥啦，咁啊整親隻手啦，好痛啊！好，等我睇下，有啲痛嘅忍住下。哇，好痛好痛！冇事嘅嚇，慢慢嚟，唔好心急，放鬆下，放鬆係啦，冇錯啦，還翻原位㗎啦。冇咩事啊？咩意思？我手點啊？冇乜大礙嘅，挫傷下啫。咁都好啲，咁應該好快開到工啦，係嘛？敷幾日藥，我再開幾劑茶過你飲，包你3日就冇事㗎啦。不過你要唞夠10日先好開工啊！如果唔係嘅話，你再整親呢度咧，你就手尾長㗎啦。開幾劑藥你。得㗎啦。唔該晒你啊，韋醫師。咁診金幾多啊？我，緊急唔使俾啦，啲藥食晒咧你就翻嚟揾我啦。係啊，
咁點好意思啊，韋醫師，多謝晒你啊，韋醫師，多謝。多謝晒。我笑我痛，春秋轉瞬，消失了輕重，過去拼死相共，幾盡夜市中，後代眾生根本不會懂。阿林，你跟寶叔同渣叔學詠春拳，係要你鋤強扶弱；跟我學醫，你就要救死扶傷。你一世都要記住啊！自古醫武同源，武藝同埋醫術兼修嘅神童，謹記3位師傅嘅教誨，夢想住將所學嘅一身本領回饋社會，造福大眾。第3點嘅神能之間傳承嘅生涯，即係普度眾生，佢係正式係一個，你話係一個傳承家，啊善心家亦都可以。即係玩到裝咧，其實咧已經玩到咧。詠春拳嘅天手。練呢個手上嘅感覺、觸覺，呢個係練習嘅觸覺。
詠春嘅傳人，廣州詠春最突出嘅共點就係以爭為主，唔係以權為主。